大家好，我係麥頌琪。今日我為大家推介嘅好書係《長腿先生》。呢本書好值得為其他同學推介嘅一本中文圖書，分類號為 CP。呢本圖書嘅內容好有趣。有位長腿先生，佢嘅個子高到令人無法想像。原來佢嘅長腿令佢帶嚟好多麻煩，好多事情，好多活動都係因為佢嘅長腿而做唔到，玩唔到，令佢極之唔開心。但當佢遇到幾位朋友嘅開解之後，佢就明白原來自己嘅長腿都好有用。最後佢就利用佢自己嘅長腿，淨係行咗4分鐘嘅40公里就返到屋企。而小不點先生就同樣要行40公里，但足足行咗1年。我喺呢度本書裏邊最中意嘅角色係長腿先生，因為佢嘅長腿好長，去某一個地方都比人快。我睇完呢本書之後，學咗欣賞自己嘅長處同短處。大家覺得呢本書好唔好睇啊？呢本書可以喺書店買返嚟睇嘅，多謝大家。